继续转来看国内即马新冠疫情甲流感是同类流行。疾管署6月25就来公布，伫高雄有一个8岁的查某囡仔去得到即个 A 型的流感，不过干那发病4天尔尔就不幸来死亡。经过调查才知影讲，原来伊是无注流感的疫苗，所以卫生局就呼吁讲，目前即个新冠疫情甲流感就要进入高峰期，所以建议免疫力较歹的时代甲囡仔，就要赶紧去注预防针。囡仔排队等待医护人员替因注疫苗，流感疫情继续拖。25疾管署公布高雄有一位8岁查甫囡仔，14因为发烧去看医生，确定得到 A 型的流感。落尾查甫囡仔干那发病4天，17就不幸死亡，而且身躯边拢无人有相关的病症。卫生局调查才知影，这位查甫囡仔无注流感的疫苗。但为8岁的男童，那他是在6月14日出现发烧、头晕的症状。那经医师验快筛为阳性，那诊断流感，不幸在6月17日过世。那此个案经中央疾病管制署研判为流感重症的确诊病例。今年热天唔但流感，连新冠疫情阁开始拖。根据疾管署预告，7月新冠甲流感会进入高峰期。医生表示讲，最近就有一位囡仔，同时间是得到 A 型甲 B 型的流感，这波疫情会继续拖。囡仔因为抵抗力是较歹，可能会引起并发症，致死率会较悬。我们前一天还验出一个 AB 流感同时感染的一个小朋友，5岁的小朋友，他发烧39度，也非常的难受。或很多65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，他们可能有慢性病，这对他们会有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。自己的卫生做好开始，然后打预防针是一个预防的效果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全台流感并发症的病例有858例，有164位死亡。高雄市有75例，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有70%拢无注流感的疫苗。卫生局嘛呼吁民众，若是高危险族群的民众，要量早注射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